呢度就係再生園啦，就喺潤昌堂隔離，好方便㗎。成日行過都冇留意添，係咪就咁放低就得㗎啦？如果物品狀況良好，可以正常用嘅話，記得貼個可用標籤，再放入對應嘅分類櫃。哦，都幾簡單喎。2 hours later. 咦？呢個加濕器 OK喎，近排天氣咁乾燥，啱晒。